顶礼拜伫墨西哥举办的2023年世界中学生跆拳道锦标赛，咱国选手高心怡摕到女子竞技55公斤级的金牌哦。不仅是高二的高心怡，去年的8月捌代表台湾参加亚洲杯青少年的跆拳道锦标赛，也毋过迄当时哦，伊无摕到奖牌，伊是继续苦练哦，即届状况真好，摕到金牌咯。 面对比实力较悬的乌克兰对手，一点仔拢无紧张，将对手踢出场外几啊摆，为台湾摕到顶礼拜伫墨西哥举办的2023年世界中学生跆拳道比赛55公斤级的金牌。伊是读高雄南马溪高中2年的高心怡。心怡同学，她本身除了天分之外呢，她也是非常努力，平常的训练非常的辛苦。但我们学校的跆拳道，不管是在品势或者是在对打上面，这2年都有得到世界级的一个好成绩。 去年8月，高心怡就捌代表台湾参加亚洲青少年跆拳道比赛，因为状况无好，真可惜无摕到牌。伫教练队友的鼓励之下，今年伊一路踢入去决赛，伫冠军战第1回合就拍败对手，摕到金牌。上场的时候自己也在紧张，所以可是还是给自己心理建设，就是说平常心就好了。 就跟练习一样而已。7月开始学跆拳道的高心怡，167公分，伫55公斤级当中无算伤悬。面对身悬大部分超过170的国外选手，伊靠着每天3点钟以上的拍拼练习，踏出家己的路。我们可以配合得很好，就是因为给他的执行力，他就是马上就能做。对啊，他就是非常信任教练啊，我也非常相信他，所以我觉得。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这个成绩，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。将失去的金牌摕回来，刷落来，阁有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，甲全国运动会。高心怡嘛期待会使维持好的状态，刷落来继续摕到好成绩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